马上来欢迎咱的演艺界练小话之尊。欢迎。话两要讲透气，目屎就飞袂离啊！欢迎收看 Talk Show 台语，做罗马专科分头母。我甲你讲，你就莫甲别人讲。你若是要甲别人讲，我就无爱甲你讲。古早人看到白叫白蛇，看到乌叫乌蛇，人讲长山出名好，台湾出大蛇。煞要访问无？好，啊是要讲活动，你会用坐大遐访问，啊你是歹势歹势啊，咱大心大命你。开始，我会最严肃、最严格的对待大家。趣味的故事甲笑话是两种无同款的代志。坦白讲，真正无啥好笑。哦，讲过规大趴，啊，结果好笑开一点。故写了袂歹，但是你拢教袂明。这款的表演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，这不是一般人做会到。啊，无甲你警告者，你后壁会讲较严重。啊，比赛就是安尼。公司第一台，talk show 台语。